嗨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會介紹我哋嘅特別嘉賓，到啲 Clubhouse 入邊嘅，到啲 Google Meet 入邊嘅。特別嘉賓咧就是老趙阿龍，歡迎。Hello，就巴布林，多謝曬嘅。老趙道嘅歡迎。大家好。老趙英國當啲長譯，然後佢有老趙半劍啲主角，然後佢有老雞排，歡迎。我名是真 special 嘅對老雞啊排。Hello，各位聽眾大家好。是將你腰包琵琶班遮臉嘅，你賣出嚟啊！人哋俾千萬千啊！你亮幫你出工啦，你本工都慢慢行。冇啊，那個嘅正業中心咧，出哎個高調上堂啊，是唔是？แล้วก็ตอนที่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啦，南西都名稱嚟啊，南西歡迎。個有好茶味歡迎。我本來困嘅，我錄住啲嚇。OK。แล้วก็啲話你一人個，你話啲啦老咗，你一人啊見到滴滴篤篤、嘰嘰確確噶啦，鏗鏗鏘鏘噶啦，到啲噶啦，歡迎。哇 W， 嘰嘰確確，嘰嘰確確，叮叮叮叮。到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咧是咪講字典？我講對唔對嚇？字典其實對嘅，特別咱檳城嘅人，咱慣是講字典嘅，伊應該是咱強調嗰啲幾點嘅點，哦，迄個影響到，because 全世界是無人講字典嘅咯，但係檳城嘅人，檳城有人講字典嘅啊，唔是兩點，經典是點啊，一是經典的點嚟到，伊唔是點嚟到，伊是點唔是點嚟，特別你講檳城有人講字典嘅咩？檳城嘅人隔咧講字典嘅，哦呀，就是啦，當我字講過，咱人 majority 隔咧講字典嘅，特別就是講是老字牌嘅，老檳城咧就講字典嘅。哦，我是老字牌。講字典其實對嘅，但 of course 我唔是講字典唔對啦 ，because language 這類物件講久了都是變做 standard 嘅嘛，所以講字典又好，字典又好是標準嘅啦。我到啲 Clubhouse 人，我會做啲 test。Clubhouse 人啊，那是你講字典嘅人啊。你係一個 hard， 若是你講字典嘅人咧，你係一個 thumbs up。典嘅人係 thumbs up，hard 嘅人 thumb， 字典嘅人係 hard。看 Clubhouse 我可能 Clubhouse。replay 啊 ，Clubhouse 未看到 emoji 嘅咋？不要緊，我冇 replay 先 ，replay off 嘅就唔緊。OK 對。有影喎，阿龍。有。佢一人講點喎？有 majority 啲邊人覺得是講點嘅。我頂住聽到你教我講就係講字典係咪啊？是，然後我就起講字典嘅時，我就冇驚講，我講嘅是我到底是講字典定是字典嘅？我未記啊。你特別會記得一個幾點兩點嘅幾點嘅點是無相物件嘅，無相物件嚟，所以伊是無相意嘅。特別你講字典冇標記，人明白 from 邊人啊，邊人嘅人會明白嘅。我冇 feel 到伊唔對。你看下面 context， 你咪教我講，你幾點嚟字典嚇？我是講到字典嚟。字典嚇，你講我去字典去吹，因為我實講你字典嘅去吹，你明嘅？你冇明白字，你去吹字典吹。字典 ，OK， 來啦，咪講去頂到講個當機咪字典。要見我感覺就係 special 就係特別嘅字典。哦，調住人講字典 ，Jeffrey 當講。有特別 actually 是無可能啦。我 feel 到你嘅迄個調住話本是 actually 本是唔對咧。Of course，我唔是講被 accept，because 講古就是關事嘅嘛。特別伊應該本是錯本嘅。你就這麼說 ，because 這個 knowledge 本身啊，一個是 M 小妹，一個是 N 小妹嘅啫，無關下面話本好啦。一個是 M， 一個是 N 呢，伊小妹無。成個點嘅點嘅咧。
所以是典嘛，買一本字典嘛，哦你講字典嘛，唔是字典你嘛，連啲韓國話你本是上嘅就，這裡是春，這裡是春啊，哦，哇哦，按照阮迄個吼root 嘅哦，即個 n 嘅隻 m 嘅木有啊，冇 because 廣府話是南方嘅 root 嘛，對調福建話嘛。啊，伊客話調住話間料是上 root 嘅就，伊唔是講上 root，特別樣是上 pattern 嘅。你就做屬迄個 pattern，你講你字典係你點嘅字啦，伊點嘅字啦，唔是 ，sorry，我講幾點嘅字啦，伊邊啊是一個黑，一個黑色嘅迄個黑嘛，黑迄個字啦，黑啦，伊邊啊有一個戰友迄個戰嘅嘛，一個 James Bond 迄個戰，一個頂面一個畫邊啊一點，啦下底一個喙一個口嘅嘛，迄個字本身啊，伊就是尖。尖條這個所在，迄個尖迄個小尾是 M 嘅嘛，所以中國話是較趣味嘅就，因為伊邊啊有一個安尼款嘅一個 particle 啲邊嘅，伊嘅小尾是 M 嘅話咧，對調伊字嘅小尾，隔兩本是 M 嘅就。哦，伊就係影響到。燈燈字嘅 beauty 就是啲安尼款咯。有隻人講啊，你字啊，伊別話安，伊 actually 伊無上嘅部首啦，無上嘅 particle combine 起來啦，伊是有意思嘅就，伊 combine 是。combine 了有道理嘅就，所以伊邊啊一個尖了位為迄個尖嘛，把這類寫出來，把這類寫出來嘅字時候，我不比較說不比較 picture 都講嘅迄個字。我特別迄個 chat 入邊都會明白了，因為啊，你看到你即係你點嘅，啊，伊邊啊有一個，伊邊啊有一個，一個黑一個讚嘛，啊對，讚友的讚。對，啊無一個讚本上啦，你邊啊有一個安尼款嘅物件嘅話咧，隔了是 M 嘅小妹嘅咋，隔了是 M 嘅小妹。我抖音啲個 post 看到，但係8點鐘都是講。你邊啊有一個安尼物件，隔了是 M 嘅小妹嘅。哦，哇！哦，哇！但是你只有研究對人字嘅話啦，你 actually 啊 by right 啦，你會明白個道理啦，你會知講係你字安怎讀嘅，你就。哦，因為伊是形聲字嘛，對哦，真濟人是形聲字嘛哈。形聲字是講一對了伊形嘅，形聲字是對調伊音形聲，哦，形聲，哈，然後頂到成時是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嘅是。特別啊，你但是咧，但讀對人冊，人哋講讀華語嘅啦。人哋講冇乜像啊嘛，字典嘅典是 N 小妹嘅，係了佢哋人就講，係啦，顧佢哋真有嘅真本是 N 小妹嘅，係啦，字典嘅典本是 N 小妹嘅種數咧。because 華語佢哋 in already 冇嘢啊。哦，佢是 already 成個華語是 complex 啊，華語是北京語來嘅，唔對嘅。伊是冇 complete 嘅東南話嚟做，但所以假設人講華語正宗啊 ，actually is total bullshit 咗 ，total bullshit。Today 咱人特人講 Mandarin 是做咩事咧 ？Simply because 伊是北京嘅 official language，political 嘅物件嚟，伊唔是正宗嘅話嚟做，伊唔是講乜人做講啊，你不要講華語，你白刀別教你祖宗交代咩鬼啊 ？Actually 干了是 bullshit 啦，because 華語是想啦，你想啦，你成日講你在馬來西亞，伊嘛是愛你讀。馬來咯，咁了想嘅嘛，因為有一個 language 嘛，對咯，咱係馬來是關拉隆坡嘅 accent 嘛，但係有冇講亨啊，冇講迪巴，有講馬來加，有講加姆嘅嘛，伊冇上啦，伊是對調，咱係我政府嘅語言，伊個我政府嘅語言就變做 official 嘅啦。冇法度咯，即係冇法度，即係歷史就係後面國家本就對，是講咱唔是講咱。無世界，特別咱特別明白，咱特別了解，然後咧就係講哦，咱唔是想講講 official，但係是幾好嘅。有，即係有啲人做嗰啲中國嘅古早嘅戲，點先啊？用講應該講華語嘅 ，actually 是完全唔對嘅，即係 concept 是 totally 唔對嘅。但是你做古早濃情意境嘅中國戲嘅話咧，冇應該講華語嘅咋。又冇講一啲話，又冇講嘅，因為伊事故啊，嗬，你看伊事故。一四句啊，嗬，你其實用華語來讀啦，真正拗口嘅，你就有嘅事故嗬，伊無押韻嘅，特別嗬，你用廣府話讀嗬，伊有迄個押韻嘅，你就，要嗰啲比賽啲邊嘅。OK，咱講到字
字典字典啊，字典典，那字典典的是你人會記人頭一本嘅字典是安怎嘅？到落去買，但是也是出來老掉。係咪 language？係咪 Google？本嘅車食嘅，鄧冷哦，車食小學那時咧。小學，佢哋是叫做字典嗰種，唔是詞典嗰種，有兩種嘅嘛。這裡是字典嘅嘛，字典就是字典咯，伊唔是詞典嗰種。所以字典是細本嘅車食嘅，然後小學用嘅。啊，佢哋是我頭一本。你個有個字典是 character 咯，係了詞典是 word 同 vocabulary 咯嚇。誒，你俾條講俾條咧咩？喂，佢古仔三四塊一本嘢。哦，咪咯，會使買啊。有啊。一隻招字呢，一字是小學夠用呢，中學冇邊夠用。因為有隻名啊，唔知咩小學字典。我甲你講，咪咯小學嗬，係你四本嘅啦，干那會使用1、2、3年級用呢。然後呢，咪咯4、5、6年級，佢咧用佢哋大本紅色嘅了。那是詞典的嘛？是現代漢語詞典嘛？啊，詞典了，現代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是中國嘅 standard 嚟嘅，伊是中國讀冊嘅 standard 嚟，伊就是講上個 something like Oxford 嘅，伊有 authority 嘅。哦，所以讀冊是based on 迄一本嘅。哦，你人把你 Google 呢？你人頭一個字典是是鄧人嘅。因為我讀人冊，所以我頭一本買是鄧人嘅。咪你是係一本紅色嘅咯，舊嘅。Camus Day One 咯。伊咪你有4本嘅本啊，我會記有4本，我會記我有印象有4本嘅，特別係你 Camus Day One 是 standard 嚟 ，Camus Day One 就是 Malay language 嘅 authority 嚟。我成日嚟更掉你字典去學鄧嘅哦，你係到車包嚟鄧嘅死哦。誒，我細漢那時，先生講，無人嘅年代那時喎，嗬，人是夾佢哋4本嘅嘛，就特別你再講較近代那時喎，嗬，人就是夾較大本嘅了，更較大本嘅，แล้ว student 喎，我加錢那時喎，伊人特別夾你舊嘅啫，特別夾去 school 咧，嚇，แล้วsometimes 人我人成日講有學伊成日講方便啦，咧因為人嘅 class 裏邊啊有讀嘅嘛，你咪會使學伊第下伊嘅字典咯，免規矩就夾起夾落。哇，個落歌呀，攞嚟當伊係學堂。冇，特別伊落歌唔是 personal 嘅嘛，伊是隔了人用嘅啦，所以人隔了嘅字典係多變咯，隔了你講咯。嚇，咧特別有嘅 mother 我驚講別人夾啦，即係做派啊咩啊，你講嗬，所以堅持愛就是講愛伊驚，特別愛夾對厝，แล้ว特之你講夾嚟夾去咯，誒，你那個唔知㗎，大本嘅都就舊嘅都就30塊一本嘅嘛就。冇啊，係咪7、80塊？啊，對，我唔知行政，我就估冇俾啦，7、80塊嚇，真貴嘅。聽到啊，不，那邊嘅字，人個唔是，這是一類啦，這是一類語言嘅。你個背嘅阿毛嘅字典，個背嘅河南嘅字典，哇，個嘅鄧蘭字典嘛，夾個伊即係囡仔係有骨歪去。較濟人夾華語啦，較濟。แล้ววันนั้น有本嘢嘛，先生有教大講啊，咩就字典嚟。一部大字需要嘅嘛嚇。換來換去咯，แล้วก็有就是 class 裏面特調學堂特調愛買咧咯，像啊有嘅 class 人濟 class maybe 2本啊3本啊你看咯。我本每幫咁啲，我本每幫咁啲嚇，你再講鄧人啊，你不是阿冇睇嘛對，你冇睇鄧人嘅嘛？then 你再講鄧人嘅字典按怎吹哦，按怎吹字哦，你有冇想過哦？OK， 你 OK， 咱先用阿毛嘅先，阿毛嘅先按怎？阿毛按怎吹？咱先講先。第一嚟 ABCD 咯，第一 alphabetical order 啦。
對，所以咱就要找 A 去 A 到 Z 啊，了嘅時個伊個第，但是 A 個嘢時就會對第二咧。你都要看到一長，本來嚟講Apple comes after all 安尼哦，嚇，伊是對一個字聲了，那個嘢。等人字你想下，你不想話，你用阿摩切嘅 experience 嚟講下，安怎吹？伊應該是對下你頭一邊咯，是講用手做嘅物件，let's say 啦，伊 symbol 是用手做，伊 category 伊應該是對下你啊。即個有嘅，對，有嘅只是干呢一邊嘅嘛，即個手，let's say 手部首啦，是部首啦，是部首阿摩怎講啊 particles 啊 particles 啊 Chinese particle Chinese character particles 哦，其實叫做 particles 啦。OK，像個跳手邊的那款，你會去吹，哇 complex。OK，咱講下安怎咱是安怎吹字典有兩行啊，有兩行。嚇，伊個來好，你來好。一個是你講，無一個是無啊，我係落我車位，一個是吹部首嘅。用一學車是咪經咁嘅字是計吹嗎？無啦，嘅去白位丟身啊，是嘛？啊，然後提手旁，成日講都講係咯，吹部首咯，對，吹了部首了嘛，吹邊旁咯，然後你會使對調伊個筆畫嘅嘛，有這啦，成日講即個部首是三畫，你嘛吹三畫咯，三畫嚟邊吹伊部首。我覺實只坎坷嗬，我唔知做唔做啦，我搞個動機，特別我冇時候我 B7嘅。我係 Mandarin 變 P7，我覺得中學啊，是教 Mandarin 嘅，你媽媽？我媽有教，我媽唔知有教 Mandarin 哦，特別我媽咪是教 mathematics，我咪是只差。我媽講，哎呦，跟歷史好嘅就冇上過堂嘅話，我咪是我覺得大漢我本冇咩好用字典過的，我往時我唔知下面物件是部首，下面物件是邊旁。啊，對咯 ，sometimes 本會混淆本嘅，because 會字啊，伊唔是只講多邊正邊嘅你知哦。部首咁樣一畫呢？對，兩種做法，頭一種咧就是你特別要貼咯，有啲字是袂貼嘅，你就譬如講伊嘅字咧，伊咧一畫啦，伊是袂貼嘅就，所以有啲字說等嘅字咧一畫咧，你用啦，你跟佢吹one stroke 咧，你咪吹掉咯。但是講伊是正一 stroke，係咧，你 six stroke 特別佢唔知得用多一個嚟算。by common sense 啊，有一個 index 啊，伊就是講係 after 你部首 particle 嘅 index 過後啦，接落嚟嘅 next chapter，你 index 咧就是或者講嗬 difficult stroke 嘅 characters，伊有嘅咋，伊就係水畫呢是字典，伊再講正一人是袂曉貼咧，迄個字普通人是袂曉貼啊，嚇，樣擺啲邊個了？伊是水畫嚟算到嘢咯。你是 based on 隔了嘅 full stroke 所嚇。你問講 full stroke 本好啊，我係水畫本更好啊，黃時，你畫到最尾是殺到嗰啲手，殺到嗰啲手，有你個呢，就係本水字畫喎。伊呢伊伊成個45 degree angle 呢，本是水字畫，90度，即呢高位啊，安尼看成個咧孔子孔邊啊，你落來，喂，10萬高，嚇，係你是1萬了呢？10萬高，你1萬呢？對，1萬呢？隔了高手妹嘅是1萬嚟嘅。哦，伊有 pattern 嘅一個 standard，當人字 already categorize 咁冇事㗎了咧，所以他當人字話了嗬，你得到頭一個禮拜先使得教到這個物㗎了。阿龍啊，你 camera 成個起慣冇？我梗係看到你目睭。我就有啲別嘅，所以我頭遐冇咩頭毛嘛，冇啦，愛看你面水嘛，我面水。我面水特別 jam file 上面。嘅咧，冇啊，我唔即係有，特別白，係咪嘅？流浪。乜嘢？啊，ตัว meet 嚟。我 try 下。right？ You need access 啊，即係 request access 啊。下層，安尼扛錯。我 request access。我 request access 啊，攏 click 喺你 link 啊 request access。快啲。安尼麻煩。啊，做 你話我 share 你快啲，鳥出嚇，你快啲，你看啊，這個啊，小學兩個字，小學兩個字，你要讀我頭一個字。
多謝頭直接迄個咩 raw 色誒，咩 raw 色誒，我記伊成個迄個 raw 色成做色嘅咧 raw 色誒，對，約瑟啦，咩弱色，係咪？這裡是色素。我意思講佢哋 Joseph 定係 Joseph。Because 我看過 Joseph，但係 Joseph 是意字先，我特別我唔知是 Jo 是 Surf 啦，我唔知到底是 Jo 到底是 Surf。喂，這裡啊，見哪了都知哦，俘虜都知哦，犧牲都知哦。正常嘅啊，我記得正常嘅。那是幾啊？喂，我當見咩？冇，這裡是四年級。哦，當掉啲嘢對，特別咱細漢啊時，萬那有讀甲安尼簽，我好個係，小學萬那有色素呢，我哋物件。你對我讀嗬，我 Form 5到讀 B7咧啊，你若是講安尼款嘅 standard 啊，我就讀 B12。不 F12。係你話，actually 我古早時聽李克勤嘅迄個破曉時分破就10分啊，破曉時分裏面有色素佢哋字咯，但係我梗係曉佢哋字嘅就少會。但係色素什麼意思啊？什麼意思 ？expansion 色素是你發度咯，發度叫起來發度。你夾到做點先，領嘅點先，你無陪檔無半行無正衫，叫掉嚇。我就失敗咯，我那時候我買聽到隻 episode 係實講聊女喎，治療 B。而那個愛讀餐道啊，講英我甲你講，我解釋甲半死啊，你找字典伊人本袂曉啊，甲你講。哦。字典嘅解釋伊本袂曉，字典嘅解釋。嚇，俘虜是麒麟呀。唔是俘虜，你是俘虜，我哋係俘虜，sorry。我是想笑，俘虜。不，你是哺乳嗎？是啊。我想講哺乳動物。你是哺乳。啊，哺乳。嗱，這裡是俘虜，嗱，這裡俘虜。這裡是 FL，迄裡是 BR。哦，我袂曉係咩意思？犧牲。captive。哦。就是講到何對抗何類 enemy captive 嘅。你看阿妹嘅個有啊，江英啦，餐道啦，餐道勤考餐道。真漢呢？真漢我冇未曉。你 call 我看啦。老鷹呢？未曉。恐懼會曉，茫然我冇未曉。茫然呢？茫然是福建話咧，綁咯。綁，人會曉，I mean 講人會知啦，人大啦嘛。喂，伊人幾年級呢？你就了啊，你叫伊找啦，嗱，成個譬如之類啦，人找意思學伊了啦，根本伊嘛是袂曉，伊本是袂曉嘅，伊聽你講，伊本是袂曉嘅。因冇呢經驗過，伊成日話就冇呢經驗過。伊冇肯定感覺嘅咯。啊！呢度乜嘢佢喺就落，我本未曉啊。背咗咯。這是小學啊，你咪講中學咯，中學嗰個詩咯，我同你講。剛才我冇當兵嘅。中學嗰本解釋嘅半詩。我那時讀正特別出事嗰陣。你價格放快嘛嚇？你價格放快嘅時候。我價格放3呢。哦 ，OK。冇啦，未裁掉啦，我係古文冇呢好啦。我係文言文冇呢好。我知我當兵佢就讀文言文呵。I think 若是講用讀文言文用福建嘅話，佢哋夠興趣。Actually 會。John 特別我同你講嗬，你教文言文嗬，真俗嘅，你就因為嗬 ，sometimes 會真正 amaze 講啊，安怎伊安尼幾難嘅字呢，伊就會表達。安尼字物件。真長嘅話咧，你就嚇，你明白喎。所以其實應該是係學嘅啦。有啲人有 misconception 講佢哋 classical Chinese 講古仔人是肯講話，古仔人唔是人肯講話嘅啫，伊是 just 講話，伊是書面語嘅 literature 呢 document 人講嘅迄一句話，伊 short form 嘅啫，古仔人冇肯講話。哦，你浸咧？浸喺邊？冇你講路啦，唔係講你昂地浸。真知道了。真係。奉天承運。特別我感覺就講好佚佗咯，然後你解釋互 student 聽啊時，你會講淡薄，然後伊人寫一個 translation 啊時有吼，哇有伊人有誒吼，伊有成就感咯。OK，
我問到每度都係字典嘅，字典入面，你若是除掉啊一字頭一條，除掉一字，我有當時讀伊會解釋，我聽我唔知講咩，你喺度俾除咧咩中英嘅啊，係咪你 translate between 兩人去按摩？對。有當時你根本袂曉，伊直講特別。你想講你除by the time 我除500啊，你除咗哎呦幾耐字個表讀到啲 explanation，佢就除迄個字啊，佢就講你頭一字上面，我除第二字是第三字，個幾耐字袂曉，佢冇明白，除緊來我死後你看起。相關啦 ，English 或者 English 按摩嘛是安尼講。你除字 standard，他咪叫做 standard 啊，is a level of quality or attainment。我唔知講咩叫。對，看到都是啦。伊是 original Wikipedia 嘛？有個頂。你知唔知頭一本嘅字典是幾時？得，係咪 language？這裡是，即係人好奇。啲 common sense 係全世界頭一本就是講。啊，即係英嘢，你對。嗱冇成 language 喎。冇，你明對係咪 language？你講全世界頭一本嚟，全世界頭一本，你特別吹都一個 language 夠同一個劃掉過嘅，就是迄個 language 就是頭一本嘅。鄧能字。講了咯。鄧能字，2000幾年前都已經有啦。Chinese。唔是 Mandarin 咯，唔是 Mandarin 啦 ，Chinese 啊，有鄧能嘅字，鄧能字嘅，鄧能字，本字嘅。哦 ，that's why dictionary 這個 concept 係中國人整出來嘅。哦，安怎啦？阿毛字嗰時寫 dictionary 部叫做字典，因為對爆咯，因為 because 像是個 dick 嘛。Dictionary Dick 嗱講到 speaking of Dick 應該掉來啊！應該掉我就講話 Dick 呢，係啦，是我話你講 dictionary 呢。聽一本老奴啊，我先聽。哎呦 ，Dick， 我唔係講到 Dick 嘅，我講頭幾世紀頭一本嘅 dictionary 是係咪 language？我人講 common sense，安種 common 啊，冇咪 common 啊，我冇咪曉。common 都係點說 ？because 有隻 language 啊，伊無話呢句嘅就，鄧能字嘅 language 啦，是話個當今唔係死鬼。So historically，鄧能嘅字是幾古嘅？你對佢，免講古啦，咱講1500年就好啦。你對佢1500年前嘅中國啦，你袂曉講一樣嘅話本好啦，一樣嘅字，甲咱當今寫嘅字是像嘅物件嚟咗。是像嘅就佢哋用筆畫，你用鵝白寫出嚟字啊，你看啲一撇定過嘅字個是像嘅都就。written form 嘅 language 是只 historically 歷史嚟真只古咧啦。伊是 fixed form 嘅就一個當今本是相款嘅寫。阿毛咧，成個講 English 咧 ，English 是 because 是 spelling 嘛。English 是 grammar。有26咧。letters even 啊，你對於1000年前啦，你看到26個 letters 本好啦，伊 spell 出來字個同佢無相嘅，伊方無相嘅，伊 spelling 唔對，無相本嘅。就所以你看到你 confuse，但鄧能字咧，迄個字就是迄個字啊，2000年來是上一個寫法嘅都就，就說中國是得個當今是用，就所以用就 proud 啦。是嗰個用掉啦，因為伊用掉，安尼幾年啦，伊用相字意思不相個。藝術得到變啦，古嘅是真係古嘅。係啊，dictionary 阿冇Hokkien 話是咩？字典，特別有人講字典，你免解咧，冇咧，肯定聽到人解講嘅時講，我唔好3點，當你3點。你講阿偉話當你是3點啦，唔是字典。字典呢，特別有嘅人alternate pronunciation 嘅家是Dr. Boswell 嚟啦 ，Samuel Boswell 嚟啦。幾年？所以是1060幾年。對，400年。1068幾年。Samuel Boswell。English。Dr. Johnson，sorry Dr. Johnson。 Samuel Johnson 嘅 dictionary 應該將，但我諗每迄個讀。阿莫請我每波劍店，安怎用
等人嘅字典，你會曉？我用 online 嘅嘛，online 嘅，我會曉寫嘅字，所以我寫嘅字，我寫嘅字有嘅。我是講是 classic 啲，你佢一本冊喎。啦，特別較濟是我阿格啦，你曉？我白格我按做寫嘢。哦，你白曉等人字啊？唔是，伊未曉，伊去阿冇學嘅，特別伊 self taught 嘅。哦，特別我是講成講你正你古早嘅字典啊，你以為嘅抓顯一邊，你在 system 啊系統安怎用來除掉字哦？但 before 咧 technology 是啊。Before technology，我係包有一個等人嘅 dictionary divided by strokes 嘅。divided by strokes 嘅，特別佢哋真正看過。我咪關是用這個，我關是用我係等人嘅 dictionary 啊。你當然安怎除？你講嘅係代 modern 安怎除？等陣啊，我嚟看，我特別徛起來。所以我要寫嘅字是。哦，這是做啲 iPad 嚟。了，我驚為佢 Solitaire 廣告。OK，了我驚為等人嘅所寫嘅是，你看我有為寫這邊嘅。所以你對話啦。所以。特別你曉係 stroke 啊。你寫啲中嚇。我係中啊，無我寫這個。sorry。你未在寫手板嗰啲就手板就 respond 嘅就當然夠好啦就 because 要哪種嘅 method 咧，有一種咧可是 because 因比較快 respond 嘛 because 有陣時陣時關係用手快用手寫嘅，所以你對你習慣咗，這裡是用快啦，伊想講我是寫等人字嘅人，特別我是寫阿毛字嘅人，所以我寫較慢，我上班嘅時，伊想講。Oh, you want that character? OK. 我學了。你應該是 set 嘅嘛？未 set 咩？你未 set 你 speed 嘅啊？OK，等下我去看 set。你上次有一個是 set 入面，按咗就是講，你寫啦過後，你特別訂 enter 或訂 something 啦，去 confirm 你字嘅。我靠！呢啲是 for beginners 用嘅。我係寫，我係寫嘅啊，我係寫嘅啊，我到路度叫我去traditional 咧，我去寫嘅啊，我寫半對咧就了呀，我寫半了就一邊變啊，你particle嘅字嘢咯，而家你 particle 做 character 嘢咯嚇，是嚟講咧，嗱古字種是，而家要哪種嘅做法咧，當佢 input method 就教咧，一樣出嚟，有你對掉你 stroke 咯，但是講而家你 stroke 3點是正面。我覺得 edit 拍起嘢嘛，但是有啲人是未曉嘅就，有啲人伊無邊有寫啊，伊寫 one dot second dot 係咯，伊唔是按拍 edit 拍起就，伊是正面畫落嚟就有啲人，你正面畫落嚟嘅話咧，伊佔到字嘅就，because 你嘅 sequence 無成嘅就，是會曉你嘅 stroke direction 本啲，你 direction 會曉，你 direction 掉嘅話咧 ，edit 是真快嘅，所以伊 catch 你字啦，伊 immediately 伊除掉。我嘅字咧，一成出嚟後，你會識定咧就，啊咧有啲人是冇關係嘅 sequence 啊，你會識做 setting 嘅，就是講買對 sequence，伊就是講 take the final character 嘅，當今字啊 advance 了嘅，像我往嘅只舊寫條字嘅話咧，你就幫到伊 sequence 嘅咯，because 伊就列條 sequence 啊，伊較快，你寫試話嘅，伊就再講下面字啊，伊寫字啊，伊就伊冇把你 character 啊，第二個哇冇把你 option 咧嚇，伊上咗第二個哇冇把你 option 咧，我呢教。當今就教咧，所以我細漢嘅時，你會叫人等人冊人，因為讀一個課叫做筆順啊，筆順就面是你 sequence of strokes 啊。冇啦，白佬冇咪注重 sequence 啊，白佬。嗰時 dictionary 冇上啊嘛，你吹 dictionary 辦法都冇上啊。我咪講白佬嘅小學喎，嚇，伊人寫字冇咪。冇咪，伊人冇筆順啊！筆畫唔對了咯。對咯，而家同你講啦，冇啦，伊愛寫伊字出來呢。哦，特別你去寫你打小楷嘅時就有啦。because 寫筆畫唔對，伊出來字冇上嘅啦。你叫佢字啱啱講 Malaysia education 有淡薄怪怪嘅。
字本，你有個字啊，你有個字啊，你會找唔到佢個字本啊，你使我教你一個字啦，你使你話學得人字嘅，美國嘅 B 啦，係你美嘅字啦，伊 actually 是兩點了，下底是三畫了，下底是個大嘅咗，下底是個大嘅咗，伊成寫頂面半隻羊啦，下底是個大嘅咗。特別有個人咧，伊是唔知講原來頂面是半隻羊，無開羊，下底一個大咗，伊一道寫四畫了，頂面咧一個 stroke 落來，所以你變咗你順點寫，你減一個 stroke 去啊咋，所以你有個人就死都隨便掉佢哋字嘅啊 ，because 伊唔知佢哋試管，我都隨便掉佢哋字嘅啊 ，because 伊寫起嚟，你看你行嘅時，往睇人寫啦，即係看就真往知係咩字，入邊你寫唔掉咧 actually，你減一個 stroke。其實我 B 啊，我 B 寫咗寫咗。我你講對唔對？我 B 啊，我 B 是兩點一哦，兩畫跌落嚟個加一畫，一個下底個最大呀，我寫。instead 對，兩畫咧落嚟，嚇，咧較冚嘅，較冚嚇，加寫一個大字。對。啊，即係掉嘅，你筆畫是掉。啊，because 我係墨嚇，真正要緊我人寫筆畫。伊講你筆畫唔對，你把刀正坎坷，特別冇得係知道啊，正坎坷。你就這麼說，嚇，你就這麼說，你慢慢年代㗎啦，年代冇相咗。古早年代 focus 冇相。唔對，唔是 focus 冇相。古早本是會拍字嘅，因古早頭一種嘅出名嘅拍字嘅computer 出來啊，應該是台灣出來嘅，唔是中國出來嘅啫。所以中國出來話你好，伊是用漢語拼音嘅，伊就是逼你講你特別會曉讀嗰啲字，你佢 spell 嗰啲字出來，尾就是 MEI， 你拍 MEI， 你哋看到咁尾即係音有關係嘅字，你就除掉咧。特別古早台灣啊，唔是用尾 MEI 咧就，伊是去貼嗰啲 particle 嘅就，伊一個字有幾耐你冇上 letter， 你特別會記得講 A 是兩點 ，B 是三畫。C 上面你特別去背起來嘅咋？有陣時講你背曉佢哋背出嘅話，你會拍背出字嘅。所以古早嘅人食要緊，當然冇咯。當然你會用手寫啦，就應該點樣？一就出來啦嘛。啊，你貴就講就了啦，不如。我你別看下面人噃，你望未記講，那是你講緬甸話就 OK 啦。啊，你講廣東話嘅人咧，啊，你當 of course。會曉講福建話人，但係 usually 啦是會曉講緬甸嘅人啦，對唔對？特別變咗講，你別用福建話去上面講嘢咯，你就用緬甸去上咯。相關一般好唔好嘅就係本啊，講話嘅話念出嚟嘅話，你講讀唔對嘅話咧，我哋諗講咩工作，你工作都唔對而家就應該是工作，你梗係除掉你字就，你講工作呢度找你字啊 ，because 工作加工作呢啲是相對嘅，特別。工作唔是唔對咗，呢是古早嘅音嚟。馬來西亞古早啦，爸爸媽媽年代咧是講工作嘅，後來有 standardized 去工作咧，伊變咗一個音去。所以但是有啲人是老牌嘅，我爸教我嘅很好的工作。你就係講工作，迄個電腦唔使講你講明幾多。你講我冇聽過呢個字嘅。你講呢是一個 standard 嚟嘛嚇？你哋咪直接去 improve 個 standard 個 system 咯。咱講馬來文字典。Kamus Dewan 係 standard 啊。standard 是 Malaysia authority 嚟。那是 Kamus Dewan 你要吹咧bahasa utara 會吹唔到嘅字啊？還是應該是 A 啊，我係記是 A。Kamus Dewan 是單了有嘅。Kamus Dewan 就是一個。哇，有冇這個就是？這個 pause 是到唔是？Longhorn 啊 ，Longhorn。Longman 就。哦。Longman 是較出名嘅 brand 嚟嘛。Longman 嘅kamus dua bahasa，that means is dua is English to Malay to English 啊。特別這裡唔是bahasa Taiwan 嘅，這裡唔是 kamus Taiwan 嘅，這裡唔是迄個 authority，這裡是 just dual language 嘅 dictionary 嘅。Longman 是外國嘅嘛。kamus Taiwan 是上加阿摩啦，對伊個 alphabetical 出嚟對唔對 ？Cambridge 啊。Oxford。我有嘅 Kamus Dewan 是係你 DBP 嘅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Pustaka 係你咯，就是咯，係你就是。我係唔使 fourth edition。你話講，我係7。係成日講啦，咱是
成日講嗬，dictionary 啊，成日講假木社灣啊，個了我嗬，伊是 authority 嘅嘛，對。So whenever 啦，人成日講 SPM 又好，還是 UBS 啊，下面政府嘅考冊啦，有下面 argument 喎嗬，伊特定要對佢一本假木社，伊 standard 啦還是叫？你明白哦？伊是對去 standard refer 嚟條馬山那布薩加嘅。對，愛 refer 到對佢一本佢哋，你成日講 essay 嘛 ，essay sometimes 係喎嗬 ，maybe 你用嘅字啊，還是安怎啊，你特別對到對佢一本嘅，你成日鄧人嘅本是啥嘅？鄧人嘅是漢語大詞典咯，佢哋紅色嘅一本咯 ，last time 嘅是藍色嘅。現代漢語詞典，แล้ว當然是紅色嘅，แล้ว一本話本是成日講我人考 UBS 啊，成日講我人解 UBS 啊 essay 嘅時喎嗬，所以 student 用嘅字啦 ，sometimes 成日講人無咪，成日講無咪確定講伊意思是對還是安怎，然後特別 refer 到對佢一本紅色嘅咯，你知哦？你就若是講你 refer 到對迄個紅色啊 standard 嘅啦，美味啊，伊唔是形容詞嚟，你知？哦，不是美味嘅物件。就你知哦，美味啊，咱講啊，哇，那個東西很美味啊，你看嗬 ，actually 是錯嘅喎。哦，唔對嘅。美味是講對物件是直接美味 ，because 美味是 noun 嚟，就是講好食嘅物件。哦。So 美味 actually 就是用 English 嚟講，美味是 delicious 的，挑一些美味 delicious food 嗰種。一個啦，這些美味是 delicious 嘅 food 嗰種。用唔掉啦，意思講。That means 講你袂使嘅嚟做 adjective 咯，對。你袂使講美味可口咯。we 我話講咯，袂使講美味可口啊。From 迄個或者講讀冊啦、學堂考冊嘅 perspective 嚟講嘅話咧 ，we 話講嘅是對嘅咯就，因為一定都有 standard 度呢個對嘅嘛。特別咧 actually 啦，即係 language 嘅物件，伊是話嘅物件嚟嘛，一啲啲變嘅咯就，所以有可能第七本嘅現代漢語詞典第七本嘅，伊寫嘅美味是一個名詞 delicious food， 第八本嘅點寫咧，伊發覺到講哦，中國越來越多人。當伊做 adjective 就當伊做形容詞咧，伊就加一個新嘅 identity 嚟嘅。越歪。你 grade 本上面嚟嚇？第三本。哦，你講。grade 係一本是阿毛嘅嚇。Junior School Dictionary。哇，你少有㗎咧？這是要，伊寫 McGraw-Hill for Far Eastern is in Malaysia。McGraw-Hill，佢係 publisher 上嘅咧 ，Charasta Market 俾錢嘅。會 B 對 B 嘅喎，喂 B 到咧 Charasta 係 B 數。McGraw-Hill 是 Malaysia 嘅 publisher 嚟啊？冇，伊特別伊是 McGraw-Hill Far Eastern Publishers，so 伊是 Malaysia 新加坡合併嘅。冇，伊朗寫 Far Eastern 啊，伊朗有 international 嚟 branch，佢有啲就是誒像個Oxford Far Eastern，OK，伊係 Malaysia Berhad 呐 ，M Berhad。New York based but Malaysia。McGraw-Hill 是美國嘅。哦，即係 Oxford。Macmillan。誒，你是唔是到啲 Oxford 去研究啲？Yeah，那就是你kamus lah. Lu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n di Malaysia pun si U bran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laysia pun si U branch. Ilang kalia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un si Yale University Press. Ilang kaliau U international branch. Oxford 基本是英國嘅 standard 嚟嘛，英國嘅 authority 嘅嘛就。是 Oxford。美國咧？美國唔是 Oxford，美國就係日本啊。美國是用 Webster。OK。美國嘅 standard 係 Webster。英國嘅 standard 係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我係記啊 ，SPM 那時喎。嚇 ，Merriam-Webster 嚇掉 Merriam-Webster。即係美國嘅。英國即係而家真係嚟攞講嚟聽，你知啊？真係Google 佢即係有 standard 嘅，成個
法國嘅話，伊人真係愛搞伊嘅 standard，所以伊人有一個 Alliance Française 啊，然後德國本有伊人嘅 standard，伊人較濟是 Goethe Institute，還是伊嘅 German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Hochdeutsch 是管，伊話是管嘅 German 咯，管嘅德國語言。tapi amo ni amo ilang tiao-ti mai u chile body ko ye standard因為ilang講上個 decentralized 上個好點講嘅啦語言是chile話嘅物件伊直直話人直直用直直話人直直用直直話 so 有影你別個 standard 嘅你個 standard 就講啦一隻都變白行了so especially English 咯especially English so so 都別你知哦好可以 evolve 自己話自己唔要話講English sorry 我之前年那時我考 SPM 那時我 English teacher 有講成日講fuck 這個字喎到英國是 accepted 嘅喎 so which means that 伊人用 publicly 係咪冇錯嘅即是所以I think 你講嘅是你現在講嘅是 I mean 講伊講下你現在講嘅是美國有一個 broadcast 嘅 law、media 嘅 law 是 ban 有幾耐字。冇喎，伊講英國佢哋即個字嗬，無算講是直條是抄話，你知哦？你那是寫 so that's why 伊無 censor 掉嘅嘛。你那是寫故事，你 cancel 掉，別講，and 看嘅話，你會使寫 ，OK？特別你那是做像個PBit 嘅廣告，還是 PBit 嘅新聞，你袂使用嚟看嘅錯話，有 standard。still 是 consider 錯話嘅本啦。有 sanity law。但我會，所以你像個你讀報紙，你那是被 report。這個人啊，唔係，這個別個人 fuck you 就咩？all letterwords 講 fuck 啊，伊條條寫 F 了 C 嘅 asterisk 還是切嘅 asterisk，你講 fuck 還是 fucking 還是係咪？我 fucker 伊寫 F 了 asterisk，所以你看，那是有辣嘅 asterisk，係咪？伊講係咪？那是有。晒 asterisk 你就伊講緊係 fuck 呢，特別伊係。不過是冇你讀出來。不，I think we will 話講嘅 point 就係呢度。we will 話伊講伊先識假伊嘅 point 係咩咗 ？fuck 即係字啲 American 嘅 context 咧，係 vulgar。特別伊嘅 point 係講啲 British 嘅 context 啊，先識假伊嘅，唔是 vulgar 咗，係 just a word 咗。是哦，冇咩掉啊，是唔是？即係 word 咯嚇，其實呢是錯話本，為咗錯話，你那是要知呢，你每嘢 BBC，OK？ 依個 BBC 有七個字你袂使講嘅 ，OK？ 你袂使講過9點阿妹，你該講 ，OK？ 即是因為是錯話啦，你袂使講嘅。shit 無你特別 check 看 dictionary 咯，意思講I think because fuck 嚟啫 ，maybe 古早 maybe long time ago 有可能冇安尼 vulgar 啦，but I think today modern context 裏邊咧 fuck 嚟字都是錯話咧咯，冇關係係咪國家 English 咯 video。啲水都係講講水。British 古早冇。切你啦，你切你，嗱我就咧博家shag is I，shag is I，snog is I。fuck 袂使。OK， I think 第一差嘅是個 C word 啊 ，CUNT。OK，the C word is just 茶別款，you mean？係咩嚟嘅？茶別款 S I。CBD 啊 ，CBH。You mean cute? You mean cute is banned? No. C word 是袂使用嘅啦。像個人有一個 health minister 有一道 health minister under David Cameron 嘅是，伊名是 Jeremy Hunt。人無suka伊啊講，哦 Jeremy Hunt the C is silent。特別
按照C is silent 咧 Gemini Hunt 冇啦， so 伊兩邊 是叫 Jeremy Hunt 啦，特別伊袂使講 Hunt 嘛，所以講 Jeremy Hunt but the C is silent。 C is 上 silent 加人講啊， OK 我有一個怪嘢嘅同事，伊講嘅荷蘭嘅 music 唔係知咯，是 rap music 咯，所以講 rap music the C is silent。 crap 哦， music 咯 OK crap 想未到，冇，伊是講 crap music。伊講哦 The C is they listen silent to rap music but the C 哦 is not 哦 pronounced I see I see I silently。 see 我 actually 荷蘭 music 佢好嘅咋，佢哋咪 jazz 啊，咪 blues 啊，你唔是講係啦佢都唔是荷蘭嘅 music。 rap music 嘛是 because rap music 真係 culturally it's culturally relevant to black culture so let's just say 外邊 out of 伊個 culture 嘅人係是聽未啱嘅啊，所以咪是叫做無好嘅 music because 唔是講咱個大人 suka 無相嘅 genre 嘅 music 嘅嘛。你然後 OK，所以講字典，咱再講個有別嘅話字典催化是無相，係咪？ at least 咱被 touch on 迄個物件。咱頭晚咱講按照吹迄個字嘛，特別 actually 啊，咱人你就講，咱人身邊有拄着一個人啦，馬來西亞嘅人啦，樣嘅，較看衰馬來馬來語嘅。咁講馬來馬來是無用嘅，simple 嘅，就凊彩就使了嘅馬來，actually 唔是嘛，because 我是真係 appreciate Malay literature 嘅人，我真係 appreciate，我就係個版圖，就係個咧 poetry 嘅物件嚟，所以我真係個去 taste 佢哋雲南嘅字嘅啫。係咯，有時你講嘅話啦 ，actually 啊，咱有隻字，隻艱苦嘅物件，咱人無看到，對隻隻國家人嚟講是艱苦嘅物件嚟咗，譬如講。你係除文筆啊，你看到你字啊，你唔除下面。哦，對對你唔是除 M， 你無限嘅時講嚇，你唔除 root words，呢個 root word， 你唔除 root words 就。Bahasa is called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Agglutinative 伊個 meaning 是伊你話伊個話意思，你要鬥物件啲邊正，鬥物件啲後背，你會話伊個話嘅意思。So伊上加 Hungarian， 上加 Finnish。Hungarian 那是第艱苦嘅語言了，即個話有夠加26個 case 啊，所以你要講厝啊，你就要知啊，按怎講伊個話，會合會啱個你嘅 sentence 哦。我 because 我係好似你物件啦，所以 maybe 英國中我提伊補充淡薄啦，伊是講，你說對厝。你迄個厝啦 ，is it a destination? If it's a destination， 你厝後尾加一個 T， 所以是厝。頭先就是講，你個厝是講我買厝嘅話啦，伊唔是 destination 就，伊是一個 object 就，伊講你放一個 S 喺後尾，所以是厝。我買厝，我對厝。所以伊迄個厝啊，後尾頭前一直啲加無上物件了，有當時你即無上 context 啊，你明講嘅你要無上 context，你看到你無 verb 無 pronoun 無半下，你可能睇啲字啦。Look already 猜到你諗，你 already 講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is house as a destination。你 already 猜到。OK， 唔止 Hungary 呢，有隻 language 不是人哋 ，Czech 不是人哋，跟 Georgian 不是人哋款嘅，真正隻 language 嗰陣時人哋。Any language 有 declension 嘅是人哋款嘅啦，特別字路嘅 declension 是按照款做嘅，特別 agglutinative language 呢，伊嘅 root word 上特別路係 prefix 還是 suffix，特別人較關是 Latin 嘅 language，Latin 嘅 language baru cheat 嘅 declension 嘅，然後較 modern 嘅 language 呢，你 contract 伊嘅 declension 淡薄。So, boy lai lu kau ka English language ka chesi no declension nya.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So lu nominative or accusative case nya. Tapi ene pun mo lang pun kong唔對. Ha? Lang teng lang ta mo ji help mo wa kao ho ka jeli si lang mo. 樣比較半，because 真人樣學個人學語言無相。Mother gave the book to Dominic and I to share. And then 問下對，I 是 nominative 你都冇講 mother gave the book to I。對。
Look, mother gave the book to to me. me. Tapi lang kong siyang uno lang niya. Yang Tapi kong argue ayaw. is oh. Yang kalau argue is oh. Because yang唔使講，你 avoid the verb，你使講let's say for example 個 Eric usage and I go to school. Yes, it makes sense because 唔是 Eric and me go to school，是 Eric and I go to school。 Eric and I go to school. So they say, oh, they give the book to Eric and I. Actually 不，那個另外一個 pet peeve 上面啊 ，her and her 係咪 ？She and her 特別就係 her and her，she and her 就咪像咯 ，subject 加 object 呢。She goes to school, but I slap her. 你怕是你怕一人啊，你 you do something to that person now. 你若是讀 Latin，你會曉 because Latin 有個較借 case 啊。To her 怕伊你做 accusative case, but the book came from her. From her 你就 to from dative case 了嚇。Because then by with or from 是 ablative case 了，就冇嘢了。所以嗰隻我 check 㗎 Georgian 嘅時候，所以我當時我看到你兩個之後 ，because 我是我本 feel 就講 I have a gift 啦，所以我記嚟我 feel 就講我係 catch 到佢哋 grammar 就，先至 explain 我就係講按咗佢 categorize， 我啲心裏邊想啦，嗱是講近年有講 English 嘅人啊，因讀到這個 language 因大到小氣咯就，伊人袂曉啊，較濟啊冇人伊人袂曉，所以人 give up 㗎，你個 language 人可能 speak English 呢就。Yang because 你看你講去 old check 去 old Georgian 啊，yang 係小氣嘅 ，because 你就說 like concept 上 foreign 嘅，你就講你I slap her，你特別擺好事嘅就，你別講 she slap I 是冇意思嘅就，你特別講 I slap her 嘅就 ，but 啦，啲 check 啲 Georgian and the language 裏邊咧，你 I 你 slap 你 her 啊，你幫冇上所在啦，意思是上嘅就，哦 ，because 係 slap 你字，你話你 slap 你字嘛？人講啊，阿莫話去外國啊，去講話個外國人啊，你知人啊做講伊人外國嘅話無？伊人講阿莫話，特別講較慢，講較大聲。Can you give coffee cup coffee。coffee 係定逼咗，你講嘅 coffee 係啊，真係借語言用上話個咖啡。我頭先會問講嘅就是講，讓在把你語言用嘅字典無相嘅辦法，讓在旁邊嘅，讓把啲阿龍應該係在較濟字典。所以講你要找你 check 誒 language Thai for instance，安怎找下 Thai？你特別曉 Sanskrit 嘛？你特別曉 Sanskrit 嘅字。because 你特別曉聽啲字出來咯。像 Korean 啊，你講 Korean 就好啦。Korean 係啲字啊，actually 特人看到嗰啲 Korean 鬼粒嘅字，像個電腦字啊，呢樣。actually 一時聽出來嘅就，隔了個字是聽出來嘅。spell 出來。一時 spell 出來嘅，所以你特別就講看住你城市啊，第二你城市啊，第三你先啊，一時嚟啲，一時 fix 起來就。所以你你講 Korea 就叫做韓國，一時 actually 一個 H， 一個 A， 或者一個 N。即係你就調咗咗，所以你去看到E 嘛 N 嘅 E 嘛，無關係咩所在啦。E 咧 letter 是上嘅啫 ，E shape 是上嘅啫。because E 咧就是 E 嘅 letter 嚟，所以你特別對調，要十九你迄個 letter 嘅話咧，要擺掉一個 sequence。就即係講我會隨一個字是安怎講嗬 ，harder， 意思好嘅意味話嗬，你就講係你好，你特別隨第十九你，你特別漢字咧是你睇漢字冇嘢誒。呢邊行頭啲都俾行入會啊！調好我真係冇會韓國，你到韓國又講韓國啦，我見梅都發行試人話 ，OK 韓國，你講佢點啊？我 confuse 你講按咗隨韓國嘅字，係個意思 spelling，你隨伊有幾個 consonant，有vowel consonant 有半個，還是隔了是聲嘅。我係 share 我 screen 同你看啫。OK， 我大位嘅時候都對看到咯。我會知，即字典嗱，冇唔記得講緊字典，加謝咪啊，講個未啦，我講邊啲講貴嘅講 second episode 嘅。because 講到亦都會拖到講到 language， 拖到講到 grammar，because 你冇明白嚟講到佢未曉用嘅字典。有咯，係咯，你即係講。你話嘛，你特別去學你嘅 check 你嘅 sound system 就係，你個就講按不住人係 continue 落人嘅叮的鈴嘅時，安怎？你聲安怎嘛？你 share 部 screen？
or can't share your screen 就是 Google Chrome might not have screen recording purpose，伊特别有些 recording purpose 啊。 What？ 不要緊啦，咱會使用這個嘛，咁我咱會使微微娃娃用 share 這個嘛咯。咁我微微娃娃都 share。反正我袂咧，我特別記 preference 做咩會開。 present now 嘛，唔是咩 ？present now。 present now，係你 arrow 都係啲。啊，對喂。 OK，多一個啊 present arrow now up，arrow up 隻 box，隻 R 隻 arrow 到落邊。 present now 咯，係 window 加啊是啊。 right，我冇講第三你 equal from the right， 第三你 equal， 第三你 from the right， present now from the 是 right， 你看到3點冇？有看到3點3點嘅邊啊？倒邊。 3點嘅邊啊？倒邊是一個電話嚟喎。我係看電話咯。所以冇相嘅。 我係冇相嘅，我係3點邊啊是。 Maybe 你 layout。present 我看到是 present，特別伊是。你唔是隻 arrow up 嘅咩 ？up arrow。Yes buddy。 up 要一個 arrow。OK。來。就問題一個講for more help go to issue presenting go to preference do not have permission OK。 Why you do not？ 我特別講我特別記。你 computer permission。阿 John。我未得閒呀，我把最近嘅 OK。冇講就面嘅。OK good night。 Good night。拜拜。我哋被煮食啊！人講真，他媽都唔是煮食咩？哦，都係長egg。伊長egg，一個煮食。Boy， come。up。確定嗰條長 egg 嗰一擺。係啊。你被 share screen 啊？真係你是做啲 computer 啊 ？Maybe 你 computer 會 share screen 你就被allow access。OK。我頭先有用咯，這裡。你唔捌到啲 Google Meet share screen 嚇？冇，公司是有啦，但係這種安尼款 open 嘅冇咯 ，quick and real。你公司冇用 Google Meet 啊？一個就 restart， 真冇去。because once you give access 咧，就會 restart 咧，依個係接來嘛。我唔知有 link 喎。先係冇 link，等我 make sure 我叫佢。嚟。OK， 我見講你冇 link。OK， 冇聲你 unmute 就係你麥。OK， 嚟開下網看。你使講，韓國啦，你是講怕韓國字？對。韓國字有幾個聲？應該是21個聲我唔記得。你使講這裡是 H 嚟咗，這是 H，係啦，這裡是 A。你用 keyboard， 你唔是定 H 啊？唔是，我特別背嘅。我特別會記嘅，EH 唔是啲 H 嘅啲字位嘅。要死哦！你睇你看到這裡是 H， 這裡是 H， 這裡是 H， 這裡是 A 嘅咗，所以這裡是哈。我就講哈。係咯 ，H A 咧 ，at 啲有隻 N 嘅啲，恨，恨。係咯，你看到伊咧 at 啲這裡 N 我睇係 L 呢是 N 啊嘛。呢嚟咗，所以這裡是呢咯，係咯 ，A 咧 A 咪就這裡咯，上咯，這裡是那，OK， 這裡是那嚟，所以依個對面是上嘅咗，依個對面這裡字是邊啊是上嘅，佢哋就是 A 嚟嘅，所以你對面就講頭這裡字是後面擺啲多落位，多頭邊嘅 A，點啊？這裡是 B 嚟 ，B， 多頭邊 A 是 B 嚟，多頭邊 A 是 B 嚟 ，B A 這是巴，這裡是巴咯，巴，有時講我bằng anh講嘅話咧，你講這裡字咯，北這裡字就合，這裡字就合咯，係咯，這裡字咧，粒，唔是，我未曉你 L 點樣嚇？納，然後這裡是班，所以有陣時人講，哎呀，韓國字計了是安尼字，伊可能一粒嘅數，你記嘅啦起來咩？即係免記嘅，伊是貼起來嘅，你個貼開嘅字㗎嚟。我那時講I O 嚟講下，你都會你講到特別 O 依個字啊，依個字嚟。你啊，三字都會 O 咧，你免講三字啊，字字裏邊你都 already 會曉嘅。是講，是 just that 要貼了 because 要就係 exception，所以有啲字啊，伊合起來，譬如講。有這裡你會曉讀這個字啊嘛，係嘛？我教人啦嘛，對，係咯，這裡是合咯，都就乜讀啦嘛，合咯，合量，係咯，這裡
这里是 R 嚟咗，这是 R 哎呀，我嚟咗字號是 R 嚇。 R 嚟，係咯，这里是 I 嚟咗 I。哦，I 後個就係上。啊，上，所以这里係咩咧 C，唔是。 ？C。哦，我冇上。Ri。所以这里是合，这里是合 理 理。咗。合理。對，特別問題是咧，嗬，有嘅 pattern 嚟咗，喺你 pattern 時 ，let's say 頭整這個字，伊嘅小尾是 B， 第二個字開頭是 R 嘅話咧，嗬，伊嘅 pronunciation 是假嘅，按你關係就變自咗合理嘅就嚇，所以你是你字你睇得出來，特別攞你字兩起來是你對頭顯嘅。哦，上間字點解我對住日本啊字，正當時我對本時，哦 ，OK， 伊講上間人講阿咪500600是變咗600啊，對，所以伊個唔是伊唔是有嘅 rule 600啊，伊是600。所以這裡是第出名嘅韓國字就這裡咯，這裡是 S 嚟 S。哦，人是 S。這裡咧，對，人是 S 嚟，沙對，係咯，咁我搞到這裡啊嘛。Sar。對，係咯，這裡係咩 ？Sara。對，係咯，誒，這裡是 NG 嘅，這是 NG 嘅，Sarang。這是 NG 嘅。對Sarang。Sarang。呢就是 Sarang。Sarang係哦。Sarang。係咯，依個係 combine 呢咗，這裡是 R。Sarang 係咩意思啊？這裡是 R 嘛，這裡是 R 嘛，係咯，這裡是 E 嘅咗 ，R 加 E 咪是 AI 咯 ，AI 咪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哦。so Sarang。Sarang係。Sarang係，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Actually 啊，Sarang係唔係 I love you 啫，Sarang係是 just love 嚟咯就。哦，Sarang係意思就是 love 嘅意思。你冇，即個話裏邊 Sarang係裏邊啊，冇愛冇要嘅就。哦，你只講Sarang係呢？安尼做呢？你就講Sarang係呢？呢度就講是 I love you，看住講就咯。哦，你如果你爸母會使 express 上嘅Sarang係。上嘅。哦，所以冇伊唔是 romantic 啦。伊唔是講緊係 romantic love 嘅啦。但冇得掉嘅。係咯啊，你話這裡字啦，這裡字，你睇這裡是你睇我教你講，這裡是哈啦嘛 ，H 係咯，這裡是 I 嘛，所以咪是 he 咯，所以 he。OK， 這裡 he 咧，誒，我幫這裡人啦，這裡 S 啦，這裡是伊未讀 his 喺度 ，because 古人是冇按呢伊咩，伊咧誒 S 跟住變 T 嘅，所以伊讀 hit。伊讀 hit 咧，佢比較緊咗，但是伊接落嚟，迄個字是 N 開頭嘅話咧，嗬，迄個 T，迄個 S 音變 T 咧係嘛？伊變 T 咧，佢又一直拄到 N 嘅話咧，嗬，伊變到對 N 嘅咗。所以這個字，這個字伊本來是是 Kinnen，你睇古人人講時講啊，你看你字是你字嚟邊都對唔到啦，basic，你接落嚟你就小嘢啊，佢講。對，我錯咯。我哋去ปั๊ม係係舊嘅ปั๊ม，你學會起來嘅 ，because 呢個淡薄接掉㗎，等人對嘅，對嚇。你呢個淡薄等人福建話。所以你特別會記咯。我同你講，你嗱時間臨尾你按照隨佢哋 spelling 嘅話啦，伊特特嘅字啊，嗬，是伊特特嘅字啦，即係嗱，先係 O A B C D E F G 韓國人就學這裡咯。伊特別學這裡咯，伊就giang，伊特別學這裡字嘅咯，這裡無相嘅 character 咯，所以就講這裡是這裡是 actually 是 G 嚟，然後這裡是 N 嚟，這裡是 D 嚟，所以人愛隨這裡字，你識我係隨迄個字，你識我別隨講，你是 G 啊嘛 ，G，然後怎麼 I 到這裡 ，I 是這裡咯，係咯，這裡 come 絲格格咧是 M 嚟，所以你就講這裡是 Kim。然後這裡是 CH， 哦，你常常看到嘅啦 Kim， Kim 嘅人咯 ，Kim 就是頭這裡咯，這裡咯就是 Kim 咯，然後這裡是 CH 加 I，D 嗰係咩啊？Kimchi，有 Kimchi，所以就講 Kimchi嘅話咧，哦，玫瑰我常常看到，你話冇袋，你對住 G 嘅頭，我冇袋 Kimchi 樓頂有 Kimchi，and then 啊，嗬。冇，等你。我應該啲字典嚟講下你面嘅啦。哎呀，有，你未知，我唔知講，你安怎？其實要去吹去嘅聲，要得到 order 嘛，要就習慣咗。
馬路我會諗會 confuse 個真係 confuse 咧，即係是 G 啊嘛，即係 GA 咯，時候，係咯，嗱，即係估是 G 嘛，所以就是講即係 GA 啊呢一條卡咯，嘛對唔對？你講哦，即係夾 GAG，係咯，你即係講即 sorry 我拍唔到，即係是 GAG 啦，係咯，即係你即係 G 咯 again G，係咯 O 是即係 O 是 at and 講 多邊嘅 D。即係你反正多邊嘅 D， 所以即係是 Go 咯 ，Go， 所以有時講你攞嚟哋合起來話咧，嗬，即係你上嚟 G 啊，即係冇上 pronunciation 嘅咯。即係你頭一個 G 咧，伊唔是讀 G 咗，伊是讀 K 嘢咗。然後第二個咧，嗬，伊唔是讀 G 咗，伊是讀 G 嘢咗，所以即係是 cut Go。所以頭即係你 G 上嚟啦，特別伊本來寫是冇上嘅。哦 ，that means 伊有我想講是完全無個嘅聲，特別 actually 是有嘅，有當時 G 是讀個。你使人講啊，即係是 G 嚟嘛，即係是 I， 即係是 M， 呢是 Kim 嘛，按咗你是上讀成 Kim 啦 ，Kim 按咗是即係字嘅咧 ，because it is start 呢點聲，it is good，特別一變咗即係字 ，and then use it as a first letter 點聲咧，或 first character 點聲咧，it 是讀 Kim 嘅，所以伊唔是 kimchi 就，伊是 kimchi，所以伊是 K 頭，唔是 G 嘅頭。但所以 sometimes 你看你 subtitle 啊，伊人寫金啊，伊用 G 嘅頭，你知啊 ？translate 嘅時候啊，because 伊 like 寫個那些人啊是伊 spell 啊，安尼款，even though it's tough Kim，嗰隻是人嘅名。其實那是講你要搬伊個阿毛字 I think 有咧 because 伊是用 maybe 用到對伊成 Korean 嘅 Korean 是拍 G 嘅聲，所以你讀無像啦。是講你會曉 adapt 去阿毛嘅 pronunciation，你變做 K 去。成日講你講佢個韓椒粉，但嘛我食嘅韓椒粉咧，個豬誒。Go true，呢是 go true。別特別你讀個豬還是個豬？你是讀 go true，go true。所以你會 confuse 咗，但係你就冇講頭先你變 K 嘛，講 sorry 要加隻 exception，要以 rule 嚟嚇。所以你是讀 go true。所以你韓椒粉是個豬加入啊，個豬加入。個豬加入，加。嗱你唔是個啦。嗱你唔是個嘅。個豬加入哦。嗱一般你變本嘅時候咧，特別個豬醬，個豬醬是個豬啦。個豬醬，個豬醬。係咯。go to 章佢哋章咧是，你 actually 怎麼落 already O A 嘅 N G 嗰度，即係 J A N G 章，go to 章，แล้ว你講啊，就影嘅嘛，你 A M 嗰啲 I 咁樣擺起嚟呢 ，actually 你就講人聲啦 ，Korea 人聲劍嘅嘛，有隻係人聲 C H O I 嘛，所以硬模是比較讀嗰啲字嘅就係個 Choi，Mr Choi，Mr Choi，一啲唔對嘅就，我唔是 Choi，這裡是 C H，這裡是 C H。係咯，這裡是 O， 然後這裡是 I 嘛，所以按呢款嘅字咧，是攏講哦，即係咪是 C H O I，咪是讀菜咯，唔對喎。如按呢款嘅點寫是讀錯，係咯，這裡是 E 嘅啫，所以特別都合起來點寫啦，伊讀錯。所以 actually 伊唔是 Mr. Choi 就，伊是 Mr. Choi。哦 ，Mr. Choi。但是你讀到 Korean 人嘅名，拔到 Korean American 啊，你叫伊 Mr. Choi 話，伊係 surprise 咯。哦，伊做你我讀咩名？哦，特別伊樣 accepted，because 人唔要 pronounce 所以變做 Choi 嘅啦。because 我未曉嘛，所以話 Mr. Choi，Mr. Choi，樣冇辦法啦，本事啊嘛，你就講 Mr. Choi 點樣？特別按做你曉讀嘅。C H O I。如果再變講，伊是 Korean 人。係咪啊？我你 cut in and out 你 audio。你想啊？你是講，如果再 differentiate 講，係你人是 Choi， 係Chinese 係 Choi，還是係你是 Korean 係 Choi？未咯，你特別看意見，可能 end 咯。伊是有巴入邊嘅，是冇巴入邊咯。OK。是阿朱斯入邊咧，阿怎啊？我冇法度咯，係就是。阿龍，我冇明白個本啊！你嚟寫講你背 dictionary 係咪？你背吹，你冇得在下面 letter 性啊？有一個嘅習慣咗。C 你成拍啊 ？OK， 伊習慣是倒轉並起嘅，倒轉並面落嚟。
No, 所以 I mean forever 是你知講係後面咯 letter Loki OK 啦，後模 alphabet 咪是 A B C D E 啦，對啦 A B C D E 出嘛。韓國嘅 alphabet 係安怎？我是這裡咯，這裡我同你講嘅什麼？這是頭一個 letter，這是 G， 這裡我係了是嚇。N，這裡是 D，你到這裡搞到安尼款合起來所咧，以家己 sequence 啊，叫你就背 sequence 啊。我夾尾這裡是這裡咯，這裡是夾尾這裡咯。所以有時我係隨這裡字是我隨一是，你使講 Korea 韓國，我就係講一頭這裡八字，這裡嘛第部嘅這裡人嘛，所以伊是字典嘅後尾，呢個是 last letter 嚟，伊是 Z 嚟，伊就是成個 Z。有一本是對調啦，哈是成了漢的字啦。我哋對到 A E I O U 本嚟嚇。哦，伊冇 A E 伊vowel 嘅呀，伊 vowel 成咗。你所以你看，我頭先同你講，這裡正面這裡是 G，這裡是 N，這裡是 D 啊嘛。所以你看這裡字啦，就是講迄個字本身，這裡是 HAG、HAN，所以你就會 confirm 講這裡字就都是 before 這裡字啊，喺字典裏面。because 伊 forever 上這裡 sequence。伊個 G 加 N 成 G 咧加 N 咧，你特別會曉背，你特別背啊！伊你講要十幾個字，十幾個伊伊 consonant 十九個咧，伊 vowel 咧，還是伊無分啊？vowel 是這裡是無聲啦，這裡是I，這裡是 A， 這裡是 O， 這裡是 O， 這裡是OK， 然後這裡是 O 啦，然後若是講是 no O 嘅話咧，這是 U。所以這裡安陽下寫 U 嘅 U 是 U， 這裡安陽下寫 U 嘅 U， 係 to be 嘅 U， 然後就是 OK 安陽所以字就落，冇字就落字就落嚟啊，係咪？冇，伊冇呢隻 ，because 因冇 V， 因冇 F 嘅面，因冇 F 嘅面。有個就教你是，有時比較講 fuck you， 有講 fuck you 嘅都 fuck you， 咪是成個 Filipino。你識有冇講 fighting 嘅就，有近日有講 fighting 嘅。哦，就教你是 include consonant 冇 include，I mean include vowel 啊冇。係40嚟嘅，計起嚟嘅係40嚟嘅。特別你可，你別用 consonant start 先嘅就，你別用 consonant start 先嘅就，你特別用，sorry，你別用 vowel start 先，你別用 vowel start 先，你用 vowel start 嘅話，你可伊是隔了 under 上一個 consonant 咧，迄個 consonant 就是狂，迄個狂咧就是下面有嘅，所以這個字啊，你係 silent， 對，頭一成出來是 silent， 一小尾嘅話咧可是 ng 咗，所以當叫即是 silent 嘅狂，變咗是係咩？變咗是啊嘛，所以這個字咪是啊。哦，伊別使幹哪咧啊呢？伊別使幹哪咧？伊別使，所以嗱，一直都是冇 consonant 嘅話咧，一直都是一個狂出來先嘅。所以嗱是講，特別迄個狂咧，開頭是 silent， 小尾是 ng 咗，所以這個字啊咧嘛，第一個就是狂。對，這個就是昂。哦，哎呦，哇，勤考啊！特別 OK， 我並了解人即隨伊字典了。Don， 阿 Don， 哦，我係阿 Don， 誒，本來係讀出來阿 Don， 趣味，誒，等我看，我係 Kansas City， 安怎寫韓國嘅字啊？是 Can， 那冇錯啦，那 Can 即沙士，誒，等你看，我唔對，就冇你nampak得嚟。Tadi，誒，你 Google Meet 未看到我咩？我看到你，但係我看唔到 Korea。哦，等，我係配對。沙士。啊對咯，舊話頭先你試一陣。嚇。你唔是 Can， 你是 Can，sorry，Can 沙士。哦，我是叫下面，我是叫這邊嘅韓國嘅 publication 嘅人，每人嘅。伊人安怎用啊 ？locally 就是 Kansas City 安怎用 ？Kansas City， 讓不要湯敷，讓讀出來是 Kansas City，Kansas City。嗱，我是出邊有攞在上個只 unique 嘅language 嘅字典用法，就無上個人定到人隨字啊是 already 講規世界 language 有幾若項款嘅，都either是對筆畫，還是對 alphabet。
是有啥把你只 complex 嘅字典嘅催化咯。Arabic 我唔 sure 就，because Arabic 就簽就更好嘅。Arabic 我唔 sure。Arabic 變咗除 Arabic 應該不是 letter 嚟上。哦，嚇對，伊邊是阿里巴巴沙，哈對，我把細漢時有學嘅，我把細漢讀就嘅。It's quite interesting 嘅就，咱當然嚟，咱人嘅社交當然馬來西亞同人有嘅事，就講就會學獨立生教育呢，讀偏天嘅亂。哦，有時成日當做 religion。嚇 ，actually 學起來啊，伊是 big help 嚟就，你會曉獨立生教育，你關係嚟話啦，即係學 Arabic 就快呢就，唔是講佢快，你有 foundation 咯，你有 foundation，畢竟係上面嘅嚟嘛。應該就咪講，originally 頭先阿摩人無來嘅時，伊個阿拉伯人來去馬來西亞頭先，了人嘅巴哈薩馬來西亞是頭先寫用 Arabic 嘅 script Jawi 嘅 script 寫嘅。Before that 唔是嘅咋 ，before that it was an unwritten language，人冇寫落嚟，伊特別有另一個。執個依下咩字？係咩？安怎寫啊？伊有家己，伊古早唔理有家己 system 啊。伊有三四個 system 就 before Arabic 嘅字入來整是 actually 是 Sanskrit 寫過嘅咋。Sanskrit 啦，因為伊人有no嘅 Hindu 嘅 empire 條名嘛，伊馬扎巴希嘅伊係咪伊做 Borobudur 嘅啦，做 Angkor 嘅 empire 啦。But before that。本嘅就另外一個，當當佢 already 到你無了嘅。哦，而家是我古早啲裏邊我有學過這個物件。都 before 古早有另外一個 Sanskrit 個有一個 written form。哦 ，yes，對，伊有正 local，就 local， 哇，發生伊無，了有 preserve 掉嚇，有 historical material。找袂到啦。 Oh my god！你啲格蘭丹，你找會到，個 manuscript 嗰啲物件你找到過，但係你人學袂到嘢啦，伊 already 記啦。伊 system 人無明白就係啦。伊是 lost 嘅 ，even 菲律賓咪就講，菲律賓 actually 大家樂有家己嘅 rating system 喺度就。哦。當佢人看到個了咧，大家樂個咧是 ABC 嘅 ，actually 唔是嘅，伊是學 Spanish conquer 咧佢後，用影響嘢。越南嘛是講，古早越南是用兩字嘅，冇別。對。越南，สวัสดีครับเวียดนามเป็นงั้นตัว呀點別等佢哋人講哇，人講佢是咩字？微娃娃，你話唔知去做白項物件，就一直 focus 看白項物件，我唔知啲 focus 係咩，一個冇聽到人，一個冇出聲咗，一時冇聽到人講話本就係。我有聽，我啲吹掉，你講佢哋Malay啊，伊 before that 啊是寫伊講巴拉瓦啊，伊名叫做巴拉瓦哦，巴拉瓦，แล้วก็卡วีก็เรนชอง喎，有隻字講嘅，即係隔了 lost 隔了嘢誒，呢時到底你冇嘗試咩咗？巴拉瓦，古早 Malay，即係這裡是正。Tapi i Palava pun si because of Indian influence pun lah. Tapi yang that mean white point 是講 before Jawi actually 有講這種補償 system Malay language. So it written form before 是講 Jawi 是較 common 啦 ，because it's widely used 是嘛？ They widely used 咯 ，because before 意思講 British 人來整。你講，你話話？你講 historically that means 講是真正古以前啦 Jawi 本無來過嘅事 before introduction of Arabic scripts in Malay region Malay was written using Palava, Kavi and Rencong 對啦 so that means 無 Arabic 來以前學伊字嘅有字啊，我看，我俾看伊形咗，我冇看過，我冇聽過，所以有 sign system prior to that 嗱。你俾 screen share 啊？你 screen share？ 我 screen 我 stop presenting 下。我看啫 ，because 我唔捌 study 過，唔捌聽過。趣味啊！人這個季節誒錄音計係咩呢？計 academic 呢 ？academic。人學嘅話就講計學術，講我看到
會有喎，燈牌呢，嗱，嗱，有嗱，你看咧，白佬，哦，伊淡薄上加迄個Myanmar誒迄個字，啊，actually 咱講，喲，你嚇，講就 actually by right 啦，那是講咱 standard 嗱 oil 這個物件，一下就好勢咧，咱就會關係咧，巴伊是嗱，拉你講瓦， letter system 嚟嘅， Balinese 啊哈，巴巴黎倫， ，Philippine 是 script 哦， ，Burmese、Javanese、Kavi、上呢啲哈Khmer、Khmer，哈， Khmer 是 Cambodia 係咪是上？老哈，對，上個老，老 actually 冇，老甲泰是上物件啊，你看嚟，咯，但是老嘅這是人巴拉瓦啦，然後老人誒，是這個是老人是巴拉客人瓦啦，然後一講嗬， ，Southeast Asia 係客人，等陣， ，sorry，呢個啦，嗱你看 Kavi 咧，Kavi 嗱你看 Kavi 是安尼款嘅，哦，我唔知古仔啊，人都然後個有一項咧就是，人叫 design 你講你 character，啊，用比上你木，下物件咧，用那個你 Renjong。人誒種， Renjong 啊，嗬，伊是用你看卡甲安尼款的無？哦，哦，我看考咯，安尼款的。我冇關係講㗎，咱看，咱未曉，咱講actually 學起來，我相信是硬嘅物件嚟。哦，咱關係冇關係呢？係咯即係覺得迄個馬先係 Representing 加上 vivo 玩啊，就嗱你 W 啊，誒啊，BB 娃娃，阿 John 啊，哈，阿我 John，咁啲即係哈， Native American 你都 writing vivo 玩咧嚟，我哋哦，Native American writing 上個可能上個係人種嘅呢，你 Cherokee 就，即係有個Pacific Northwest 咱係中學就會嗰度，中華個假撈一個，佢 blender 嚟講，唔是啦，一假撈一個啊，哦，假撈一個 Pacific Northwest 依款寫是話咧，哦，伊上個人看到樣到底咧依個表 X 嘢，啦，呢叫話咪，等下到底樣到底咧 cave 咧唔是 cave 咧 tablet 啊上面，安尼，嗯，安怎樣 enhance design 咧，令到其實我誒，你看伊講係咩就？哈，嗱，你看，伊講嗬，Kedudukan Bukit inscription using Palawan alphabet is the oldest surviving Hamiquí of the specimen of old the old Malay Malay language language， in 哦，South Sumatra， South Sumatra。嗯，所以就怕死我啦，actually Malay language lost 就係人哋 beauty。哈，出邊做嘅別人嘅Jawi嚟寫。就是咱淡薄驚講，佢哋用啊 And then 有真一人，伊是 actually 真係，咱人都知講人對人，伊啲心裏邊想到講 religious 係咪 religious 係咪講，but actually 用 Arabic character 啊，does not mean 伊是 Muslim 嘅啫，because 本有 Arabic speaking 嘅 Christians 本嘅嘛，because Arabic 是 a language 嚟，就唔是 a religion 嚟，language 啫，啊，上個你看到東南亞，無得講你是中國人。嚇對咯。哦，誒，出邊啊！我哋 ABC 唔是緊咯，就係 fish and chips 嚟，對唔對？對咯。誒，這 interesting。我OK dictionary 啱講會 modern 嘅，當然你會話你用當今。安怎用？我講話誒，有啦，香港有嘅嘛。啊，我未曉哦。講安怎讀意思？安怎找 pronunciation 啊？有啊，有即係我係咯。基本是 quite authority 嘅就。會話話，呢邊啦，你一本。有啊，香港有隻我有隻個。我有咧，特別其實我朋友出全世界頭一本 Korean and Cantonese 嘅字典，我朋友出嚟。Oh my god！都記得出。特別看考都就有 ，because 啊，伊嘅 pronunciation 啊，你會曉咯，你明白哦。真係硬嘅。啊，佢教你係我 Cantonese 話咧，會話我教都半年，我教都半年曬，because 我係有牌，我教都半年曬，真係硬嘅 Cantonese。呀，冇啦，你講英語話你講華你好啊，你一下就 OK 啦，你哋叻啲，你哋啊，我不出3日啊，你哋曉咯。哦，誒，我咪哦，是咩？即係就一人講，福建話冇 standard，sorry， 人有福建話字典嘅 ，and then 伊 publishing 是100幾年我嚟講。173年是啊。Yes。哦，哇！福建話字典係173年啊。
伊用嘅 system 就是往你啲規隻甲人講係你 POJ 係你大陸啊啲 system，你會曉你 system 嘢，伊正嘅物嘢咧，佢哋看頭殼蛙，頭殼蛙係咩嚟？頭殼蛙是啥？古白頭殼蛙，頭殼蛙係咩？我唔知咯，即係頭殼蛙。頭殼蛙，那個頭顱啊，頭顱啊，頭顱嘅骨。哦，成日到後邊吸掉嘅蛙呢 ？Crown 是頭殼蛙係。Skull 嚟啊！咱嘅 crown of 咱嘅 head 是叫做頭殼蛙係。I mean 咱係 skull 啦，but 意思講頭殼蛙就是講咱嘅 crown of head 嘅 crown 是叫做頭殼蛙。伊實到頭邊嘅吸掉嘅蛙嘛。人你看人嘅字典是真正清楚嘅，即係用嘅是 dictionary 嚟。要較懸嘅 dictionary 就真正正淺嘅。較懸一點，較懸就冇。較懸一點啊！較懸一點。哦，特別伊用白話字寫嘅。有，伊唔知用白話字，伊句 English 個誒，句係咪個？我隨下嚇，地頭家啦，地 piece of land reclaimed from the sea，即是地海地花。這是唔是？喂，特別我較有興趣嗰個 Cantonese 嗰個 dictionary。simple 啦。啊，佢得落尾啊？香港 ，of course 香港尾。嚇，特別去到香港尾啊？你把自己香港佚佗是去尾咯？對啊，當然都冇通去那去。係咪數冇通去啊？係咪數冇通去啊？冇通去了。伊就口甜舌滑。口甜舌滑。哦，我就是係學咯，講好字。後生細仔，後生搖搖，年紀輕輕。係啦，依個 sentence 就佢後生搖搖，成日都要睇醫生，真係慘。誒，唔知嗬，阿龍啊，諗咪開到啲人 fall 嘅時，人開autumn 嘅時。特別馬來西亞，咱就開一個 comparison 嘅時候，開一個香港嘅 system 㗎。唔係，小近開，我是講咪 Clubhouse 個在 restart，咱嘅 second semester，唔是，咱嘅 second academic year 誒 Hokkien 嘅 pronunciation。對 second enrollment。你咪叫 Vivi 話嚟講啊，Vivi 話看夜曉嘛。嚟講係咩？你睇羅咯，睇羅加香港，嚟講福建話呀。語係片架睇咯 ，actually 啊，我以為話你會曉漢語片啊，像你 system 是你都學在嘢 standard 咧啊，學起來真快呢。你講啊，我未曉啦，真硬呢啊，我哋講，別人講未啊，你我冇相信未曉我哋講，你學3個字你都對曉啊。EA 啦，EA，我知 EA。是教過漢語片嘅先生啦，真係未。是講我媽嗬，我媽就好似我媽聽到係清嘛，我媽直接頭，伊講我未我留我 system 為啲未嘅未接嗰陣，我 try 未小改講，原來新疆我同你講係未接誒。誒，幾回幾回啊？阿哥啊，係啦，我媽邊入幾回啊？呢個人係媽邊入幾回啊？媽邊入幾回啊？就我以為話是50字嘛，先。係咯。喂，now 呢個50字，now 50字啊，先過20字個啦。攞 now 而家就正嘅，我看攞只字攞 now 嘅咧就正。我是哦，喂 now 冇咪正啊，是講喂嚇，係咪？係你講下呢？我講 now 冇咪正，我感覺到我成日做小面嘅話曉咯，成日講只係你教面嘅話未曉咯。賣平啦！哦呀，你只搞嘅 actually，啊，明明搞無上方便嘅物件咯。我 sometimes 我會感覺就講你只聰明咯，就你唔是搞，你是聰明 ，very smart。你會想到只濟辦法去解決問題。就是佢哋人嘅搞是無上嘅方便嘅搞。我有人成日你看阿龍嘅腦嗬。阿龍嘅腦伊 good language 物件，係咪覺得伊只快？特別未必人有達人無上嘅。你甲安怎想嘅？無，伊甲你想嘅，你是聰明，了成日我是講嘅。冇啦，因為我有識得啲物件，我是讀詩詞嘅。我有識得物件，我英文記袂掉咗。你即講保險啦，你保險嘅物件，你甲我講100道，我唔記嘅咗。我記講，我是感覺到，咱唔是講搞，那是講
我是感覺到，你看你腦達人冇會搞嘅方面咧，所以那是你感覺到我冇搞嘅方面，所以人講到成個有咧物件，我感覺你腦只巧啊，想到物件，成個你看微微啊，你講啊，你講你試讀試下啲物件，我完全是我你愛逼我試讀啊，咁我唔明啊。我是講，你叫我試讀個背嘅，安怎我唔但是你是聰明嘅咯，你是聰明嘅啦，你腦無想咯，啦，我無想筆，我嚟腦有可能就，我是背我背詩，我背，有啲物件我未接嘅。但我講嗬，我同你講最近啊，我唔是做你福建嘅，佢哋 video 嘛嗬，所以我冇記吹，特別我是吹台灣嘅字典啦。我就是講，但係我叫你，咱人白白討論啊！你成日話梅阿龍嘅特別，我梅老師，但係咁做，because 咱人白白討論咧，要一個好嘅物件就是講 ，we are forming an authority together 咯做，所以咱嘅把握較 strong 咯做。because 有陣時有隻物件是，你會曉你比往個濟，because 你做濟嘛，即係物件時候，係咪茶啦、店啦，你會曉講啦，我有陣時我講唔出來本嘅就，我是冇想到，成日講啊，美食啊，美食，特別咱對條台灣嘅詞典啊，伊閩南語其實是對嘅哦。嗱，I mean 講咱福建話本係接受嘅哦。有隻物件，接落來是常嘅，特別檳城嘅人，咱 already give up，咱嘅福建真係一 decade 咗，at least 30年咗。所以人講下，你講美食，你講美食啦 ，actually 伊無錯嘅咗，美食是無錯嘅。你啲檳城啦，你 still 是會吹掉。按你講嘅物件，譬如講美食園，你就講美食園啊，你少時會吹掉，你會吹掉老嘅個別店，即係美食會，按你講你都就有嘅咗，特別當地人講，檳城人哪裡有這樣講的？而家上冇關係。對，我同你講，我就是學人講咯，我就是學人講。我就是學人講。你嗰陣時未曉嘅人，因家己。然後做搞，你橫轉嘅了，未曉嘅人嚟，檳城是有嘅。你當時調查嘅講，哦，哪裡有人這樣講的？你會吹掉。我愛講起嗰度有人用誒。對，佢裏面過渣。你成日講啊，我，hello，會啥嚟字咗就。所以有時講你，按照講緊咧，冇人講緊話啦，你特別講好食啊，福建話 standard 啊 ，actually 啊，去台灣又好，啲福建又好，到新加坡又好，standard 是冇走過咁好嘢就，是看你有會記未記嘅就。但係我只係講阿龍，你講阿龍 discuss 係講阿龍啊，啲 exposure to 只係 especially historical 嘅 text 上面嘅啦，啲 historical meaning 成日講能。聽到個人形容福建嘅事，成日做咩事我邊啲福建實嘅事，我咪是寫檳城福建嘅。然後做咩事我做檳城去，就是龍 convince 我 because 要成日聽到嘅啲講會，唔是講會，你報紙啊嚇，你看到報紙寫到哦，我哋 historically，because 咱叫檳城嘛，咱都冇叫檳城。有啊，佢啊檳城啊。檳城啊，嗬，多條街啊，嗬，有寫多嘅字嘛，檳城係咪公會嘛？有誒，哈，有啊，有誒，但是講人講，我們叫檳城，我們那裡有這樣叫的 ，because 伊未曉嗰種，actually 是 because 伊未曉，一堆人嘅 history 冇了解啦，伊未曉咗。寫隻名叫是有誒，啊冇古仔人嘅名即係叫做美行。啊，伊唔是叫微風，伊是叫美行嘅就 ，because 古早就是特別你電動字檳城嘅流浪街，個當叫流浪街啦。古早60-70年代，隔離是用福建話讀出來嘅就，電動字隔了讀出來嘅。你人檳城嘅人就搞咗咗。所以你成日講下白鷺啊，你講下美麗啦，伊人未曉了誒。對，人講水呢嘛，伊你講美麗，伊人講。乜啦有人嚟講嘅嚇，係喎，就是我就可能批評嘅有當時是人對 Mandarin。actually 人未曉，人唔對嘅，actually 美麗，人嘅名都叫美麗咧，安怎係我是去吹台灣嘅 dictionary，嗰陣只字我未曉讀嘛，然後我想誒，你明白有一項物件是講我做。咩阿 John 咧，應該就係講我係堅持啦，有當時嗬，迄個字啦嗬，伊是安尼款讀咧，我就是希望講，我係去吹出來，伊是安怎去讀迄個字，我唔係成日講，
转变做较口语化起来，你看那种即个龍明白哦。明白。哈，แล้วว่ามาคิดช่วย咯มาคิดช่วย台湾的詞典咯，มันให้ใจว่าเราว่า可能攻擊啊，哎喲，好心你去練你即個福建話啦，แล้ว有會講，按照你福建話有海南音嘅，actually 迄個唔是海南音嚟，迄個是對調台灣嘅。嗰個明明叫海南音，陽光咯明明叫海南音。你講我講福建話有海南音咩？邊樣比較緊嘅嘛啦 ？Maybe 有嘅。Maybe 有嘅字喎，我是隨台灣嘅字典。海南音是安怎款？C 噶啦，變 S 嘅。嚇？冇不同你講，就所以maybe 有嘅字喎，有嘅字喎，啥 B 舌嘛，伊人冇人聽過嘛 ，B 舌嘛，然後所以嘛 feel 到講，哦，這個是唔是你海南音嚟嘅咧？actually 我同你講，你就我哋相關嘅情形 ，because 我本身去做 YouTuber，係咯，我哋練掉，所以我當見得到啊，我以後我 now already 就主動去搬，係咪是普通人會曉講乜嘢？係咪是較關鍵嘅人會曉講乜嘢？我講啦，我成講關鍵嘅物件了，我第二個就落去講普通人講乜嘢？我變成講嚇，嗱，歡迎大家嚟聽享受就冇美食，食好料，我會食好料。搞。我知你到啲 clubhouse 是特別有人肯做，到啲你係你我特講條啊，即係我有陣時講下特別啊，但是唔過咧嚇，我講出嚟個了嘅，而家就俾可能就講介紹嘅了啊，像這個意思，你是講歸納嚟。無相嘅 expression， 以前嘅安尼美咧，安尼水啊，我到底嘅。好啊，安尼款好啊，安尼款你變做人聽到啊，唔是講我都未曉講，我是會曉過伊人較濟。你講下伊白字，我係寫字樓 office 裏邊啊，我直到腦裏邊講出嚟，所以人哋就講寫字樓就是 office。就是講我亂搞咯，我未我腦一頭砰拍起，我腦一。自拜，都騎嘅了嘛？上嘅咯，by right 自拜是咁咧，我見話就上之 B， 有人成日講啊自拜是自拜冇啦嚇。有人成日講啊自拜冇即個字。領導你叫小我是講到假模，人哋愛出去吹自拜嘅叫，吹自拜，普基，古唔知古就係你巴沙後來嘅大漢嘅有個字咪呢字啊，你隨派出成嘅就，佢就派出成咁講。等，我未曉喎，等我想下。英國都應該。要一個 verb 嚟啊，一個 verb 嚟啊。L。Actually L 加 R 唔使嘅，我哋唔使。未曉，我冇聽過有人講，我冇聽過有人 imagine。咪爛汁。冇啊，拍出情啊。咪爛汁啊。爛汁嗎？我冇聽過喎。爛汁，特別我啲嫌疑啦，我啲嫌疑講。這是爛酒。嚇，唔是爛汁。Oh my God！ 所以我啲嫌疑唔知 ，because it doesn't really sound Malay to me。爛汁。我冇聽過喎，等我學個口述。L 不是 R 不是爛汁或爛汁半有人講嘅。我冇聽過喎。如果我唔使講嘅，肯定是我邋遢，但是諗下啲頭前笑咗出嚟。我覺得都係爛汁嘅。唔係，我 erase vocabulary， 我 erase vocabulary。He's saying， OK，咧使小蛋啦，安尼看你話點樣？會話嘛？未個，人未講兩個就辦唔啦。未講兩字咧。海南人講未講嚇。OK，咱等小大聲，咱可能咱教海南人教我咪講嘛，人哋海南人係早起冇嚟開個別店啊。OK，咁就講呢條就算聽。海南腔嘅。你呢排到真係聽海南腔啊！海南人講嘅海南腔，講嘅海南腔是正是嘅。咁就講嚟聽將下禮拜講節目先，禮拜一再見，拜拜。
到啲 YouTube 嗰邊嘅朋友，頂面一禮拜無聽無看到，會使到這邊這邊頂面只手邊會靠訂看訂聽 subscribe 逐禮拜往若是有出新嘅 episode 時，你對着通知你，了個有第一集正嘅，後往最現條浪唔是通知你，會啲買 T-shirt 個穿幾廿條啦，咁樣拜拜，maybe 無本呢老師。